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碧桂园境外债重组现在搁浅了，主要原因说是包括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内的关键银行仍未加入碧桂园境外债重组协议，就如何向银行协调委员会支付1.78亿美元的补偿款，碧桂园和特赦小组尚未达成一致。从这可以看出，碧桂园境外债务重组不是很顺利。作为曾经的房地产巨头，如今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碧桂园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当前房地产业一个写照。这个碧桂园的杨慧也表示，砸锅卖铁也要保交楼，但是奈何现在房地产市场下行，碧桂园的销售业绩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资金回笼困难，保交楼房子盖好了也卖不，他的偿债能力恐怕不被债权人看好。从最近万达、碧桂园还有万科的遭遇来看，至少这3年的对房企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房企的日子好过了，并没有。我们看到房企日子是越来越难过，这个也反映出房地产是不是越来越低迷，这个值得大家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房地产想稳确实并非易事，恐怕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5月29日，万科公告宣布变更审计机构，公司决定不再续聘毕马威，而是选择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德勤光环成方会计师为新任审计机构。我只提醒一下，万科为什么换审计机构，这个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一般的换审计机构多多少少意味着恐怕类似于要倒茶30年。也就是说，深圳地铁入主万科以后，管理层全换，董事会全换，审计机构也要换，新的领导层肯定不会为过去的事情背锅，有什么恐怕就要查什么再联想到外界的还有很多地方的开发商不停的在举报万科，所以你要联系这些把它放到一起一看，那么万科变更审计机构就意味深长，保不齐，我只能说保不齐万科也会经历财务大洗澡，我们可以密切关注。如果你再联想到王石在朋友圈内发的那些，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也说了，更像是自我辩解，更像是自我申诉，回应外界的质疑，那么你完全就可以合理的联想换审计机构是不是为了揭盖子。我们再看大摩在他的最新闭门会上，就是5月28号的机构闭门会上，大摩谈到了对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央行降息是把双刃剑，不会重新刺激房地产。这个判断跟咱们以前说的是一样，央行这次调低了 LPR 之后，我认为对房地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大摩他在这个机构闭门会上说不会重新刺激房地产。这个证券时报报道，他说多地发布购房补贴新政，今年以来超50地发布购房补贴新政。咱们以前一直说只要救市的政策不停，就说明这个楼市还没有企稳。反过来说楼市企稳了，也不会再出这些救市政策。证券时报报道，他说近期多地发布购房补贴新政。5月29日，合肥发布购房补贴政策有关通知，对2025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14日，凡在合肥新购买新房的购房人或新购买新建车位的购置人，继续实施购房补贴。5月28日，泰州发布购房补贴发放细则，购房补贴对象包括换新购、组团购、孝心购、多孩购、拥军购、进城购、返乡购、来泰购。你看看这么多购，补贴标准最高为购房款总额的2%，100万就给你补2万。记者梳理，近期除了合肥、江苏泰州、广东佛山、兰州、武汉也发布了购房补贴新政。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超50地发布购房补贴新政，对于多孩家庭、人才等特定人群补贴力度更大。今天重庆也宣布了这个救市新政，可见现在各个地方都还在想办法救楼市说明楼市还没有稳。照这个行情下去，6月或者最迟7月份恐怕还有统一的救市政策要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救市大招，要不然顶不住。现在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自媒体博主在讲当地的情况，你比如说深圳还有杭州，大家恐怕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说以深圳为例，这个春节以后几百万外地人陆续到了深圳，说深圳的地铁挤得非常厉害，人才市场也都快被求职者挤爆了，人头攒动，让大家误以为深圳还是
人气很旺。事实上，说大企业裁员，小公司倒闭比比皆是。深圳很多房东的房子租不出去，降价。深圳的那些宾馆里住着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连滴滴司机和跑外卖的小哥也不好做。深圳的新房卖不动，二手房市场也不乐观，也就是表面上看上去还似乎很繁荣，实际上还是非常难。还有很多年轻人去杭州找工作也一样，杭州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难找，工作越难找，你这楼市就越难稳，大家都没钱，不光这个楼市稳不住，消费也刺激不起来，形势是越来越严峻。接下来我们讲两个案例跟房子有关的纠纷，一个是房子过户，一个是房子的装修。今天法制日报看到了一个案例，那个标题叫父亲把房子送给孩子后还能要回来吗？他这个案子比较稀奇，怎么回事呢？这个案子说的是北京昌平居民，大概在北齐家镇那个附近，这是个真实案例。说何先生和他的妻子陈女士两个人离婚，他们女儿抚养权就判给了何先生。2019年12月，何先生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赠与女儿，这个女儿当时只有4岁，他无偿赠与女儿，那不就可以去不动产管理中心或者是房产局，你去办理登记手续吗？房子就过户给他女儿了。过了2年，也就是2021年11月，这个何先生又以他女儿监护人的身份，又通过赠与的方式把这个房子从他女儿赠给何先生自己，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名下。这一下就麻烦了。这个何先生的前妻，也就是他女儿的母亲，认为这个何先生侵犯了他女儿的利益，把他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赠与合同无效。这个法官经过审理，搞清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何先生为什么先把房子赠给女儿了，后来又以女儿监护人的身份把那个房子又想着要回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原来经过法官调查，何先生把房子赠给自己的女儿，那个时候是为了他女儿才4岁，为什么把自己房子赠给女儿，过户到女儿名下？那何先生的理由是他为了规避潜在的债务，那言下之意就是他有可能跟别人在做生意或者干什么别的事情，那有可能就会负债，一旦负债，那他的房子就是他的财产，所以很有可能被拖入债务这个纠纷之中，所以他先把房子过户给女儿，那就相当于转移财产。也就是何先生他言下之意是在他女儿4岁的时候把房子赠给女儿，那是转移财产。那为什么2年以后他又从他女儿那又把这房子又要回来了？何先生说，他说他前妻这个人行为不检点，跟他女儿住在他那个房子里面，叫离婚不离家，他前妻又再婚等等。也就是何先生发现这个房子搁在他女儿名下，某种程度上变成他女儿财产，那既然是他女儿的财产，那么他前妻就有了这种叫利害关系，他也有某种处分的权利。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他女儿有个3长2短，那他女儿这个房子这个财产就变成何先生和他前妻一人一半，所以何先生他觉得吃亏，再加上这他前妻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所以他越想越觉得亏，他就也通过他是他女儿监护人的这种身份，让女儿把房子赠与给他，相当于房子也回来了。那法院怎么判呢？法院判第一次何先生把房子赠与给他女儿，这个是赠与合同有效。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成年人，你把房子赠与给你的孩子，是完全你的意思表示，你自己负责任，所以第一次赠与有效。第二次赠与，他女儿才6岁，虽然何先生是女儿的监护人，但你监护人要以女儿的利益为考虑，你把女儿的财产转移到你的名下，这个是不利于女儿的，所以即便你是他监护人，你也不能这么干。而且他女儿才6岁，不是完全这个是行为人，所以法官判决第二次赠与无效，房子就是他女儿的。这个何先生不服气，觉得这房子是我给他的，完了我现在把它要回来，这不是天经地义吗？怎么到这法院这理就说不过去，所以他不服，他就上诉。2审法院维持原判。这个案子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有意思不是说1次赠与2次赠与跟他女儿或者跟他前妻之间的这种纠纷，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何先生突然想逃废债，他是基于逃废债的目的把房子过户到女儿名，社会上这样人非常多，老赖。他要做生意之前，他要干个什么事之前，先把自己财产全部转移出去，自己变成一个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再去做生意，如果失败或者是借了钱不还，反正我名下没有任何财产，随便你怎么折腾。你说他没房子住吗？他有房子住，他跟他女儿住一块，房子在他女儿一点都不影响他生活啊。如果说你要是对吧，你说他没车，他名下是没有车，但是他在朋友的名下或者在孩子的名下他有车，都是这种老赖，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的，把未成年人成为父母逃废债的工具。我们再看一个房屋装修的纠纷，大家看视频，看到没有？你拉住这个看到了，住进来这2000年种的，刚好26年，今年是丰收年嘛，我们能住新房也是一个大好的一个转折点。
我有零号的。以前呢都是很渺茫啊，好像前途茫茫。这个房子到底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得到，都没这个底。我刚才跟业主们都私下聊了一下，业主们呢都心情呢都真的比较好，看得出来业主们的表情啊，跟我们以前维权的时候看还真不一样。今天呢，从业主们的脸上看呢，还真的看出有希望的那个感覺，溢於言表吧，那個高興勁兒。你呢個拐杖好穩陣喎。你大佬95啊，你就96，我93。93啊，你兩個都係山東嘅標兵嘅榜樣啊。老兵啊，算係老山莊啊。老榜樣。山莊老人啊，過咗咁耐啦，都。原來都覺得冇乜希望嘅，而家又反而就有咗啲重建嘅希望，咁都係最近呢2年先至話有希望啫嘛。即係呢啲問題能夠響我走之前都能夠睇到佢嘅解決，咁啊係呢個算係幸運啦，係嘛？有啲早走咗啲，佢根本就係即係唔知道，咁啊就帶住遺憾就走咯。這個地方是澳洲山莊最好的樓盤的地，它是以前賣的最貴的，叫五平台，有些也叫做觀日居。那個時候賣的是5500一平方，上去看一下，看看現在重建那個工地吧。在建的這個工地，那個水都是從天台流下來，所以剛才你們經過看到的，就是一個磨坯房，裏邊內牆都沒有裝修，所以都是空置的。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在那個原來山莊018的那個地塊建，就給政府了，把那個地塊重新把它盤活了，解決了我們那個山莊重建的問題，大概它可以安置1300多戶人，終於看到曙光，快了，我們也大概要1年多吧，我們可以住到新的房子。我相信用不了多長的時間，被拆下來重建是一個最理想的。杜先生啊，那绝对是小米的死忠粉、铁粉，家里的所有电器恨不得全买小米，可以说对小米是爱之深，当然他也就会切之责。至于他跑水到底谁的责任，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有可能是杜先生自己的责任，也有可能是上门安装的责任，这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说，以后踩小米的、清算小米的都是这些米粉，因为他们对小米是那种叫膜拜、迷之这种自信、无脑信任，他什么都买小米的，所以他接受不了小米有任何瑕疵，到时候小米稍微口碑出问题，他一定会第一个把小米从神坛上拉下来。所以我们对这些品牌还是要理性的看待，这些企业它没有人无完人，企业也一样，尤其还在发展过程中，它好的地方你就接受，差的地方你可以批评，它过度营销你也可以批评。对一个品牌不要那种无脑的去，那种叫疯狂的去接受啊、喜欢，最后搞成饭圈化，这个就偏离了你的这个本意。本来这些品牌它是为你服务的，不是用来绑架你。这里又说到那个网红超市，以后把网红超市从神坛拉下来，再踏上1万只脚的，那一定是现在就无脑支持网红超市的这些人。换个时髦的说法，叫米粉的觉醒，或者叫网红超市粉丝的觉醒。从这些人一旦觉醒，很容易变成掘墓人。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一现象。对这些品牌来说，也要引有戒。你搞流量，你搞这种饭圈化，迟早要被流量反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